以前的历史第一册，国中第一册教中国历史，后来教台湾史，跟政党轮替有关系耶。参考书目，参考书目了。吴乐成、徐卓颖、张应麟。教师手册。电力不太够了。遇到电力不太够。民国88年的教师手册，国中历史第一册竟然本国历史呢？88年的时候是从本国历史开始上，后来变成台湾历史，变台湾史，认识台湾，开始上这可能跟政党轮替造成变化。
这个民国88年的教师手册了，中国上古史、古代历史。到底可以直播多久？在粉丝1000多人的时候，某天晚上才发现可以直播了呢。在粉丝3000多人的时候，某天才发现可以上传5分钟上线的影片哦。之前是最早15秒，后来是1分钟，1分钟，然后后来3分钟，然后最近已经可以5分钟的影片了。核桃包住那个核桃仁那一层薄膜，竟然是一中药呢，叫分心木呢。上课不要分心哦，那分心2个字，木头的木，分心木。好像说要4克呢，4克可能很多了。加上苹果切片，苹果皮洗干净，不要削掉啊。苹果的籽有氰胺酸有毒哦，不能吃哦。苹果的籽那个要去除掉了啊。苹果含皮切片，红枣洗干净和那个种子尖尖长长的，吃到会刺到，危险，要去掉那个红枣的种子哦。红枣切片，苹果、红枣、分心木再加那个山药，山药皮也要削掉，切片，再加4碗的清水煮汤啊。先用大火烧开，然后用小火煮20分钟，然后那个汤早晚都可以喝，改善失眠呢。改善失眠呢，还有说改善晕车的话，泡那个干燥的山药叫淮山呢。黄河、淮河流域那个黄淮平原那个淮山地同胞那个淮山，中药行买那个淮山山药干燥的叫淮山，淮山泡热开水喝，改善晕车了，改善晕车。就是网络 YouTube 影片看到了，改善哦，不能说有什么药效，只能说帮助了，改善了。那我参考书目呢？参考书目呢？
那以前国中第一册啊是中国历史教师手册，这是教师手册。最后还有参考书目，汉代的科技已经不错了，汉唐是盛世。参考书目不错了啊。教师手册的内容，是参考资料。参考资料。民国88年出版的本国历史呢，第一册呢，国中的第一册历史，这个是教师手册呢。补充资料、参考资料不错，参考书目也不错啊。魏晋南北朝了。梁武帝哈，被尊称为菩萨皇帝耶。那个还有因果故事呢。梁武帝跟火警之间有因果故事。
前世说是那个猴子跟那个出家人的故事嘞。猴子更浅更早。蚯蚓跟那个蚯蚓跟出家人的故事嘞。那个猴子啊跟樵夫的故事了。然后是梁武帝跟侯景的故事。猴子转世做侯景，樵夫转世做梁武帝的。你看这个有因果故事。樵夫饿死了猴子，后来梁武帝被侯景造反困死，也是饿死。哎呀，参考书目呢。本国历史教师手册，民国88年办的。你看那个时候，国中历史第一册教本国历史，后来可能政党轮替以后改成先上台湾历史了。这个是88年的，民国88年出版的。你看国中第一册上古历史，中国历史。跟政党轮替有关系啊，变成这个教育制度政策的改变了。教育政策改变，你看。参考资料不错。还有那个参考书目参考书目，你看，隋唐五代史，唐朝的历史。汉服啦，汉仪啦，然后唐人街啦，唐装啦，服装那个装唐装，汉服、唐装、汉仪、汉文，唐人街。
补充资料不错呢，这内容很丰富的。本国历史参考资料，80年代后期，国中历史第一册本国历史教师手册，88年出版的呢。后来先上台湾历史了，这牵涉到政党轮替以后教育政策的变化。参考书目，你看，参考书目内容丰富，各节的都有参考书目。这教师手册就很厚的一本呢，很多内容呢。宋元时期，宋辽夏、南宋，宋辽夏、南宋，金元，参考书目呢，本国历史的参考书目呢，
88年出版《教师手册》，国中历史先上第一册，后来改上台湾历史先上，是牵涉到政党轮替以后呢，教育政策的变化。本国历史第一册教师手册，各章节后面的参考书目，呢参考书目内容丰富啊，课文补充。内容丰富啊。原来赵孟頫是赵德芳的后裔耶。参考书目内容丰富。
参考书目，可以参考。这是教师手册，本国历史的第一册，88年出版的。以前国中历史先上本国历史，后来改上台湾历史优先。牵涉到政党轮替，轮替之后，教育政策变换。教师手册提供这个参考书目。清朝的明清时期，1、2册浓缩成1册了。学历史注意5个 W， 2个 H 嘞，是知道人事时地物。为什么还如何做？还有一个是 how much 是程度，how 是如何做呢？why 是原因呢？探讨因果，探讨原因。要明因是果，明白因果防非止恶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正和姓马，你看，正和本姓马呢？云南昆阳人的正和本姓马。人不可貌相呢？你看马云，大陆的马云，早期创立阿里巴巴，后来这个网络的这个商务发展，变富翁呢，大富翁。人不可貌相啊。
文字义啊，网络影片呢，清朝世宗雍正，还有到过少林寺学武功呢，要过18铜人阵呢，过18铜人像啊，最后最后一关好像没有过。大臣来找了，暴露身份了，就没有过关就离开了。要过关的人身上会刺龙呢，刺龙刺凤不能随便刺的嘞。你看，少林寺学武要通过18铜人像，严苛的考验通过才能够下山呢，才能离开少林寺，身上才有刺龙呢。不是随便就可以刺龙刺凤的呢，要有真本领呢。18铜人像的训练，有打有压嘞，有冲击嘞，受得了打压冲击。哎呀，机关重重，危险。经过那个考验通过才能下山呢，真不简单呢。参考书目，内容丰富啊。一本这么厚，要做很久。直播完以后要赶快，要让它处理。直播那么久，让它处理很久，然后又把它下载回来。直播完的影片也可以播放哦。那么长，怎么播放啊？没有下载回来，好像过了多久就会删掉了。最近直播的怎么都找不到呢？粉丝1000多人的时候，某一天晚上才发现可以直播呢。从首页进去按那个上传影片还是拍片，然后右下角多了2个字直播哦，好高兴啊！多了直播，影片从15秒、1分钟，然后加长到3分钟，最近是5分钟呢，可以上传5分钟上线的影片呢。但是那个抖音程式要更新最新版了，要到 Google Play 去下载。你有安装过了，它会显示是更新，要按更新。操作过程如果空间不够，要进入那个，它有那个字绿色的，按进去释放空间的，去找那个快取，比较安心的可以删掉快取。快取有的累积1点多 G 呢。
快去呀，快去呀！算是暂存资料了，竟然这么多。抖音用久了要释放空间，我从个人资料，然后右上角进去找到释放空间，你这参考书目内容丰富啊。参考书目内容丰富啊，比较早期的书了啦。这本教师手册，民国88年出版的啦。当时国中第一册是本国历史，后来政党轮替以后，变成第一册是台湾历史，认识台湾历史篇呢。那政党轮替以后，教育政策变化呢？一本这么厚，要弄很久呢，慢慢翻，慢慢看呢。我看了很久。参考资料呀。科技也是学过来学过去的啦。你看，古代我们中国比较强的时候，外国人来学习；后来外国人比较强的时候，我们要去学习。风水轮流转，21世纪是的，中国人的世纪耶。英国的大史学家汤恩比的名言呢，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耶。你看现在网络科技这么厉害，无人机那么厉害 ，AI 人工智慧那么厉害，结合起来，现在5G 手机，5G 的你看那个这么厉害，那手机还可能将来会被淘汰呢，晶片就直接植入那个眼睛瞳孔，好可怕！你看。晶片直接植入那个眼睛的瞳孔，就有那个手机网络上网、辨识等等的功能，这么厉害。以前看那孙悟空可以把那个金箍棒放在耳朵里面，你看他现在那个智慧机器技术竟然可以通过晶片放在瞳孔里面，眼睛瞳孔看到人就扫描对方，要知道对方的厉害，这就等于好像他心通，很厉害啊！江山代有佳人出啊，各领风骚数百年了。科技演变变化，你看从那个录影机、录影带，然后光碟片呢，你看，那录音带录音笔的录音机
现在手机的录音、录影、照相上网，科技的变化还有无人机，还有 AI 人工智慧、机器人，厉害啊！刚刚说了还会变化，将来手机还可能落伍被淘汰，换成直接出生以后就把晶片植入那个眼睛瞳孔了，可怕了！那眼睛一看就可以扫描对方了，处理很多事情了。做了神的话，都不必开口讲话，放光就好了，放光啊！天神跟人不一样啊，人类相爱还有拥抱了、接触了，天神相爱只要牵个手啦，拥抱一下，有没有去拥抱？可能牵手而已，看一下而已笑一下而已这样事情就办完了。将来还有人工的子宫呢，你看，智慧高啊！这个跟那个复制动物不是很类似的吗？已经有用那个人造子宫养育出那个羊，人造子宫也养出那个小孩呢。那不是那个试管婴儿那种观念吗？试管婴儿可能是相关的，不相等。民国88年的历史教师手册，第一册是上本国历史，后来变成那个台湾历史先上，这之间的牵涉到政党轮替，教育政策变化，教育政策改变了。好了，已经看很久了，要休息了。内容丰富啊，参考资料不错了，参考书目不错了。谢谢大家观赏了，要停了，要让它处理很久才有影片可以下载回来。没有下载回来，过一段日子不晓得多少天忘记了，就删掉了。今天录了快1个钟头录那么久，影片档案很大嘞，要处理很久，下载回来可能要下载很久。好了，已经直播很久了。最近直播的资料怎么都看不到呢？到底是放在哪里了？今天直播来试试看，到底放在哪里？直播这么久，档案很大，它要处理很久呢。处理完要赶快把它下载回来，不然不晓得过了1个月还是多少个月，可能也没有那么久，就删掉了。谢谢观赏哦。这民国88年的88年出版的教师手册，先上本国历史的。以前是第1、第2册的，变成1册，后来变成认识台湾历史篇先上。这个好像是《清明上河图》也可能是清朝的版本呢。《清明上河图》如果是宋朝张择端，这可能是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呢。大陆在荷兰开封，现在不叫开封了，不然叫什么？河南郑县。还是郑州？有那个现场的
营造出来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那种设施啊，有房子啊，有那个设施啊，有表演的清明上河图》实景的哦。好了，谢谢欣赏，感谢欣赏，要关掉喽。